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股市。今仔日是农历过年前的封关日，也就是最后一个交易日。为明仔载开始到2月初2，休市11天，是台股史上休第2久的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日头8足，开盘升起172点，盘中是大起342点，上尾也是起225点，以23525点来收盘。有关这个破股过年，投资顾问公司的董事长讲，为盘面来看，有刚性的需求，都是有迫切的交易需求，所以这个股票的后市会当期待。木两年要交好木蛇年，台股今日封关发红包起有够强，开盘升起172点，起伏达到0.74%。早盘红公共阁一直冲，一直到早起11点为止，上悬到23642点起，342点，其中宽达股带动的力头有够大，台积电以1140块开出，上悬要起到1150块，互投资人对封关的交易日真有信心。封关这天超成交时间一直到下晡的点半，为明仔载开始有11天休市，就无交易啊。如预期的这个神龙摆尾，今天想要交易的应该就是想要抱股跨年的投资人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一个刚性买盘。川普就职之后，其实这些不确定因素慢慢的钝化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外资由原来的空单转成这个多单。过年前股票敢通卖，数字的讲话，依照最近10年的统计，干那2017年有小可落18点，甲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败696点以外，其他拢起价胜率达到80%。依照专家的分析，只要市场稳定，无什么歹消息的话，基本上拢真乐观。半导体这块，尤其是上游的 IC 设计跟晶圆代工部分，我们是看好。包括美国的关税、台湾的货币政策跟通膨的上来，以及日央它的这部分的货币政策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年后回来之后会面临的问题。是讲投资依然有风险，加上过年时无开盘，国际市场的变动依然有影响，包括川普的新政、国际局势等等，拢都要去关心。期待展望谨慎的布局，才有机会开工利市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